星光伴讀，脫下黑暴外衣，你什麼都不是。作者謝秋霞。2019年黑暴亂港期間，一位身穿着有惡字 T 恤嘅青年喺暴動現場襲擊警員，去幫其他嘅暴徒脫險，最終被控襲警同埋管有攻擊性武器等罪名，判監10個月。呢一個青年就係陳以俊，當年被黃營捧為所謂嘅惡義士。近日佢就喺台灣舉辦咗一個攝影展，並且獲得黃媒嘅專訪。不過呢一場展覽同埋相關嘅媒體專訪就親自示範咗乜嘢叫做既要又要嘅偽善啦。陳以俊把口就話去政治化，身體就好誠實。佢喺專訪嗰度大講感性嘅話題，聲稱而家唔再記錄社會運動，唔希望大眾對佢嘅認識只係停留喺政治標籤之中，更加揚言希望大家認識真正嘅自己，只係單純熱愛爬山同埋影相嘅年輕人。呢一番說話聽落幾咁清高，幾咁渴望回歸平凡啦。但現實就係行入去嘅攝影展，最引人注目嘅，被掛喺當眼處嘅，偏偏就係當年嗰一個令佢一戰成名嘅 T 恤上面嗰一個惡字啊！如果一個人真係渴望擺脫政治標籤，回歸生活嘅話，最應該做嘅就係將過去嘅政治符號塵封。但係佢冇咁做，佢選擇將呢一個惡字當成展覽嘅生招牌，因為佢自己都知道，如果自己除咗呢一個政治外衣嘅話，不過就係一個 nobody。一個殘酷嘅現實就係，黃媒之所以會大篇幅專訪報導，某啲人之所以會駐足觀看，從來都唔係因為佢嘅攝影技術，而純粹係因為佢背負住所謂惡義士嘅黃色政治光環，一邊享受住呢一個光環，一邊又話唔好用政治眼光去望佢，真係令人覺得食相難睇啊！由頭到尾，佢嘅創作、佢嘅宣傳賣點、佢嘅鄉愁論述，邊一樣嘢離開過2019年嘅黑暴餘溫？佢口中嘅獅子山淚水同埋獄中嘅好友，咪又係喺度消費緊黃黑分子嘅集體燙傷，為自己嘅作品增添呢個政治價值。一邊將政治紅利食得乾乾淨淨，一邊仲要擺出清高脫俗同政治割席嘅樣，把口就話不涉政治，其實句句都係政治算計。